新闻，我是柯兴竹。节目一开始，咱先来关心风台。气象局伫昨暗8点半已经发布卡努风台的海上风台警报。目前风台离咱是愈来愈远，风台有可能嘛吸到咱台湾的东北部。上紧下晡会发布陆上风台警报。咱来听气象局伫拄则8点40上新的说明。台风警报，目前这个台风呢，它在过去一段时间有略微增强，因此它目前的强度是来到中度台风的上限，近中心的最大风速是在48公尺每秒，而它的暴风范围呢，还是维持在280公里。我们预估它在未来将会逐渐的往西北西的方向移动，它目前的位置在台北的东方约550公里的海面上。那随着它逐渐的接近到台湾附近的近海，我们预计在未来24小时暴风范围就有可能涵盖到我们的北台湾这边的近海。因此，目前的海上警戒区域包含了台湾北部海面，还有台湾的东北部海面。提醒在这边海域航行的作业船只一定要严加戒备。台风在今天将会逐渐的移动到琉球的北方海域，而在明天呢会缓慢的接近到台湾的东北方海域。到周五左右呢，它会开始以比较缓慢的速度，并且呢往东北的方向转向。到了周六，随着台风逐渐的往东北方向移动，才会比较远离我们。也因此，从今天到周五这段期间是台风距离我们最靠近的时候。提醒在海面方面的浪会逐渐的增大，沿海也有比较明显的强风。至于在台湾附近，也有一些比较明显的降雨出现。随着台风的接近，今天在北台湾这边的雨势会越来越明显，中南部这一带也会有一些间歇的降雨，以山区的雨势上面会比较大一些。但是东半部位于背风侧，所以说整体的降雨并不明显，甚至还会有一些局部36度以上的高温出现。而至于到了明天，台风更为的接近，台湾附近的水汽也比较明显的增多。那在北台湾这一带可以看到，整体的雨势是明显加剧的，尤其是在北海岸的这边，距离台风的暴风圈是比较接近，那整体的雨势会更加的明显。至于在中南部的这一带，白天大致上还是跟前一天比较类似，可是到了晚上开始，随着西南风的增强，整体的降雨也会比较明显的增多，并且持续一直到周五，随着台风逐渐的远离，西南风还是比较偏强。所以中南部这一带的雨势呢，还是继续比较明显的，而北台湾呢，到了周五则有逐渐的降雨趋缓的趋势。至于在外岛部分，